你冇眼花啊，靚到成幅山水畫咁靚嘅景觀，真正嘅珠海半山豪宅。住喺呢度，日日睇住呢個俾群山包圍住嘅5A 級半山景觀，係咪好正呢？一見到個 Coton 咧，大家就知道又有豪宅睇啦。樓盤距離港珠澳口岸只係8分鐘，一腳油門返到關口。落樓3分鐘即可到達全珠海市區最旺嘅廣場華發商都。喺呢度所有日常嘅娛樂、衣食住行一應俱全。落樓除咗直達香港嘅業主巴士，仲有個全珠海首創嘅室內滑雪場。一返到屋企，淨係呢一個歸家大堂都已經夠晒氣派啦。整個庭園都用咗呢一種最高規格嘅現代中式風格設計，打造傳統而富有奢華現代感嘅中國風。3800平方米嘅會所設有室內恒溫泳池、健身室同埋桌球室等等，支持各位尊貴嘅業主對身心健康嘅追求。上返嚟呢個專梯專戶嘅示範單位啦，一出 lift 咧就係呢個全贈送面積嘅入戶玄關，面積有76平方至到187平方，2房4房可以選擇。而我身處呢個單位咧就正正係呢一個盤嘅王牌戶型。哇，不得了啊！大家跟我睇睇呢個景觀先啦 ，L 型無差別無死角單邊位，視野景觀十足，夠晒開揚。直望就係氣勢如虹嘅將軍山，山腰仲有個獨一無二嘅半山淡水湖，有山又有水，成個形狀好似聚寶盆咁嘅風水寶地。另一邊則係望晒成個城市景，永遠高人一等，無遮擋。喺珠海嘅市區竟然有如此美景，淨係呢個靚景都值回票價啦。成個客廳足足有成12米長、5米闊嘅開間，全屋都係用咗豪華精裝修交樓。中西合璧嘅開放式廚房，煮中餐都唔怕油煙。平時又可以打開呢一道趟門，拉高翻全屋嘅空間透視感。呢一個大積單位咧係由4房2廳2衛組成，其中2個客房同埋主人套房都係同客廳同一樣嘅朝向，望翻呢一個天然嘅湖景。每一日起身打開窗簾就可以睇到呢一個醉人美景，真係人生一大嘅享受啊！呢一個先係各位香港朋友值得喺珠海擁有嘅居住生活。由6月1日起，成交仲送你20年管理費，仲快啲 WhatsApp 翻個 Coton，約翻個時間帶睇樓。